各位听者，大家平安，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是伫天里，你的信实到伫强冲，你的义亲像极悬的山，你的判断是亲像深渊。耶和华啊，人甲精生，恁拢保护伊，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米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阮要看见光。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613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墘，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墘，树木真凄翠的路边。有时咱拄着大忧闷流目屎，若经过大风涌的苦海，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圣诗613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Oh
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的13页，咱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大家掀开启应文第13篇。启应文第13篇伫圣诗后面的1019页，1019页，咱大家来交托上帝的话。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永远的上帝。我暝日用目屎准饭吞，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我对念这个代志，我的心啊，你是安怎有做？伫仰望上帝，我要求要称赞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内面有做。你的瀑布出声，深面甲深面相呼应。日时上主施落伊的慈爱，我要对上帝我的借伴讲，恁哪会袂记得我？我会对着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是安怎有做？着仰望上帝，我要求要称赞伊。请大家压头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感谢你，互原本的混沌有光甲暗。感谢你将空中的飞鸟、地面有节肢的菜色、活命的动物、通炭、水底的鱼，互因各照因的类变成有秩序。你将管理的责任交予阮，总是阮时常袂记得阮的责任，将一切拢当作是阮的乌白使用。阮开始拄着天气的变化，哪来哪无法度预料。一阵雨来，就算阮做遐济排水的工程，依然是覆水淹没。阮所徛起的台湾，伫即几礼拜中遇着风台、大雨，造成各项家己等所在拢受水淹。阮也经历台北、台直有建筑工程施工，造成厝边的厝倒坏，造成侪财产损失，有400外人陷入无厝通徛的困境。主啊，阮要为着阮乌乱使用万米，求你来赦免，也要求你的怜悯，甲遮个受害的人伫地，互因伫损害中也有愿望。求你赏赐智慧，互阮的政府官员来制定好的政策，避免灾害搁再发生。求你互因有够额的怜悯，帮助遮个受灾的同胞渡过难关，帮助因通应该负责的厂商请求赔偿来补足因的损失，也求你帮助阮通过遮个灾难，
学习阮对阮所处的环境来负起阮的责任，用下礼之义的方式来对待万米。主啊，阮也要为着今日无法度来到会中的兄弟向你祈求，无论伊是出外，或是身体欠安，还是心灵艰苦，求你圣神甲因伫地，互因通感受你悠远保守看顾因。你的权能要医治因，互因恢复健康。阮也要继续为阮西湖教会向你祈求，求你引带阮头前的路，互阮兄弟同心合意伫你内面，互阮成做你以外的器具。阮将阮的祈求摆咧伫你的面前，阮相信，阮将阮的代志交代你，搁倚靠你，你要互伊成。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下面咱请圣歌队来献诗。今日要献的诗是我知一切安排。
下面咱要讲授上帝的话。今日圣经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6章14节到15节，和合本伫新约的133页，汉语本伫新约111页，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的154页。若显着，我来读。遐个人看见伊所行的神迹，就讲：即个真正是要来世间的先知。耶稣在众人要来爱的亚伊做王，就搁退去入山，只有伊家己伫遐。今仔日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暂时放慢脚步，将以下时间交予牧师。录音下做大家平安。咱这段经节，可能咱过去拢读过，因为伊是即个耶稣互5000人食饱的神迹的记载了后的2节经节。但是咱一般较注意的是耶稣所行的神迹，怎样用5块饼2尾鱼，互5000人食饱。但是咱往往较袂去注意，就是耶稣行神迹了后，伊是怎样来面对众人要来找伊，众人要来拥护伊，来立伊做王的反应。所以伫今仔日，咱用新的角度来看约翰福音6章所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进前，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你组织阮做伙要来敬拜你，也要做伙来亲近你，来领受你授予阮你的话。感谢上帝，你将你的话记伫圣经的中间，互阮会当做伙透过读圣经，透过彼此来分享对伫圣经的体会。主啊，你是亲自喺对阮讲话，所以恳求上帝你赐到你的圣神甲阮同在，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你的话会当伫阮的心中来定根、来布芽、来成长，互阮的信心会当哪来哪坚固，也互阮哪来哪认捌主你，也会当互主你的话改变阮的生命。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引带，互阮会当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现代人的生活就是无用，无用，所以直到咱伫生活中间，逐项的无用，对早起无用到暗暝，常常咱无用，煞只有剩伫开车拄着塞车。也是你煞时间无算好，到月台的时阵，车已经走啊，你就有迄等车的时间。也是当咱煞破病倒伫眠床顶面的时阵，是咱现代人只有拄着遮个代志，
较会当真正亲像咱今仔所要讲的，骹步放互慢，骹步放慢，会当讲咱即仔的生活，无论你是即仔搁咧工作，也是你已经退休啊，常常拢是毋知为虾米伫遐无闲，也是讲无拄拄是真正代志真多的无闲。但是咱好亲像互啥物物件绑掉的，所以咱即马有真紧的手机啊！前几工伫网络看到一个贴文，伊讲50外当前将美国 NASA 将太空人送去月球的迄个导航的电脑。敢若5个电晶体，啊，咱即马随便一支手机仔咧，迄个功能顶有当时的几千倍、几万倍。科技遮尔进步，但是咱有上好的手机仔，咱电脑要用网络真方便，咱阁有真侪所谓的手机的 APP 的应用程式。但是咱敢会当真正将骹步放慢？咱敢有真正活了较轻松？无拄拄，甚至咱有时阵或者的现代科技绑条的，无相信你将一工手机啊，莫炸！你看你这一工伫人伫外口，你心情敢会较好？你敢会烦恼讲啊？万一有啥物人要找我，要安怎？也是讲，我即摆要上网，要查车班手机仔伫倒位？也是讲临时要找啥物人？以前咱拢背电话号码，即摆咧咱拢无爱背啊，咱拢手机仔摕出来查一下，一个秋妹执事，我要联络伊，我就去 LINE 顶面卡 LINE 互伊，免钱。但即摆若无早手机仔，以前咱就找一支公用电话，然后咧。头脑开始想，电话号码几号，然后你就卡。若无咱就去问别人，讲即个电话号码几号？但咱即马拢袂晓，咱拢互手机仔绑条的。但是反倒转，一工无手机仔，你会真紧张，会毋知影为虾米感觉今仔日规工怪怪。咱若有捌手机仔放去，也是歹去。送去修理，你就知影。你去几工，你心态好亲像或者的科技，本来科技始于人性，是要互人活了搁较轻松，但是反倒当咱或者的科技绑条的。一工无手机啊，咱袂使接；一工无网络，咱真正啥物代志拢袂当办。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约翰福音第6章14节、15节，咱来看耶稣怎样教咱，将生活的脚步放慢脚步，放慢脚步。所以均衡一下破蜜果菜汁，这个广告前几冬真出名，均衡一下，但是手机啊无办法帮咱均衡一下，网络无办法帮咱均衡一下。但是咱看耶稣安怎做，会当互咱学习均衡一下。今仔日咱所读到约翰福音6章14节到15节，是续接耶稣行神迹，用5块饼、2尾鱼来互几千人。食好饱，福音书记载讲5000人食饱，这5000人是安怎算？查甫过来咧，成年呢，囡仔无准算哦。所以咱若安尼估计起来，无千人，无几千人，无万人，嘛有几若千人，无万人嘛有几若千人。咱知影，耶稣30岁开始出来传道，其实一开始伊就非常的无闲，
因为侪人听到耶稣，无论是耶稣所做、耶稣所教，侪群众就开始来找伊，甚至咱即马是一日一休，一礼拜工作5天，休困2天。耶稣咧，连安休日拢爱医病，所以因为安尼，搁互法利赛人找伊的麻烦。不过，咱若斟酌来看福音书，即款无形中间，耶稣依持伊家己的步调，伊无工作倦怠，伊无太侪的操烦，伊嘛无伫遐心情歹，真正会互耶稣感觉真艰苦的。是伊行向十字架进前，但是伊3冬传道医病赶鬼的过程中间，福音书无记载伊工作倦怠，福音书无记载伊因为无闲就伫遐歹声嗽，无记载伊因为无闲就伫遐操烦心情歹。耶稣是安怎会当安尼？耶稣会当保持伊的工作步调、生活步调，是因为伊会当维持伊生活重心的平衡。因为伊伫开始传道以前，伊是非常清楚伊的角色，伊清楚伊的角色。咱就回忆，福音书敢是记载耶稣要出来传道以前，伊有啥物动作？伊请行洗礼约翰来替伊行洗礼。咱来思考，圣囝耶稣是天父上帝独一圣囝，圣囝耶稣是上帝道成肉体。为什么耶稣需要伫传道以前，请行洗礼约翰？行洗礼约翰替人来行洗礼，咱知影洗清人的罪。但是耶稣为什么需要行洗礼约翰替伊行洗礼？因为耶稣透过这个行动领受洗礼，来显现，也来更新，来表示伊的身份是啥物。所以当行洗礼约翰替耶稣行洗礼的迄个时阵，对天有发出声音，对耶稣讲：天父上帝对耶稣讲：你是我所疼的囝。是我所欢喜的，阁有圣神亲像水啊降临伫耶稣的身上。天父对圣囝讲：你是我所疼的囝，是我所欢喜的。这敢就是甲咱讲，耶稣的身份就是天父的圣囝，是天父所欢喜的。这就是耶稣的身份，伊的角色。耶稣了解家己的身份，知影家己的角色是天父上帝的囝，是天父所欢喜的。耶稣阁有圣神来的馈力，甲圣神的引带，所以伫耶稣的生活，甲伊传福音的过程，即个福音的事工的中间，耶稣知影伊的角色，所以咱看到自我身份的了解，
常常是比所做什物搁较头前，搁较重要。伊耶稣的角色，耶稣是谁？其实比伊家己想要做啥物，也是讲伊家己做了啥物，其实搁较大声，会当讲搁较重要。自我角色的认定，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个人认为讲，我要做，我会当做。你家己认为我会当做，我要做，也是你会认为讲，我已经做了遮个代志。但是即个焦点，敢有可能是我讲着家己？但是咱伫福音事工的中间，咱伫教会的中间，咱诚做一个基督徒，敢是干那看到我，也是有一个代志是搁较重要。当然就是咱的角色，咱的身份。耶稣清楚了解伊家己的任务。就是活出天父圣囝，天父所听的即个身份，并且活靠圣神的带领，甲圣神的气力，照着上帝的旨意来行。耶稣一定也清楚，毋是靠个人的努力来证明家己的价值，而是期待靠家己来做啥物，来换着也是讲赢着别人的注意，也是赢着别人的尊重。这是真无相款的。每一个人拢会想讲，靠家己来赢着别人的尊重，赢着别人的注意。想讲即马真侪公关公司，其实你开钱，伊就通替你伫网络顶面替你制造声量。真侪公关公司，就算你做啥物大歹代志，新闻报啊真安怎，你开钱讲落去，伊就有办法替你改变形象。所以前几冬，毋是有一个啥物食品公司出大代志，然后咧，你就发现新闻负面新闻出来，即个大公司的厂牌的食品，互消费者来抵制。无偌久，你就发现电视新闻拢是即个公司做好事，你就看会出。公关公司操作手法，靠人的方法无错，拢是会当制造声量，也是换得众人的关注，改变你的形象。但是敢有久长？也是讲对正人敢有利益？无。那咱会当学习耶稣，会当伫无形的生活中间，咱教咱家己，互咱家己会当暂时骹步放慢，重新来思考我是谁，重新来找着家己本身迄个上帝所听的囝儿、查某囝的角色，暂时放慢骹步，暂时退一步来想，我的角色是啥物？这讲着昨一个故事，牧师拄着的。昨咱家庭礼拜，敢毋是要走去淡水？这路程有小可较远，时间真迫。想讲，牧师爱主理家庭礼拜，知道上班到要安怎？
开始去紧张。开车要开出来，哇！头前互一台变速的车，后来才知影迄是二手的啦，所以嘛毋是真贵的啦，但是总是甲我挡掉的啦。然后超半步出去，工程车搁停伫遐，迄做工程。啊，拄啊好有警察看到警察远远甲伊叫来，警察讲：他有路权，我们不管，先来先去。所以好，对淡水开车转来，拄好就迄个停车停伫车位外口迄个，想要甲伊冤家。后来咧，两个人准备要冤以前，伊讲伊是拆迁户，伊讲着伊得到一寡无好的待遇。就是讲，即个建商其实有对伊欺骗，所以因有几户变做钉子户。因讲着因的心声，啊，牧师听着，突然中间恻隐之心啦，就甲伊伫遐开讲开真久，啊，就讲着一寡新闻咱看袂到的消息，真侪代志毋是咱表面看到，真侪代志毋是咱表面看到。啊！即当阵就回想，牧师甲人甲厝边冤家，这传出去安怎？即歹听咧。但是上帝带领，上帝好亲像互牧师安尼有即个机会，通听伊安怎讲。为什么伊爱停伫遮？伊本来停的所在，人知影，即几个人几户车拢停遐，本来是无红线，即马故意甲伊切红线，去查，迄是建商家己插油插家己插封红线的。啊，你讲伊敢会受气？伊敢会受气？当然，伊就刷来会当停车的所在。啊，我听的，可怜就甲伊安尼好好讲。啊，后来嘛讲安尼互相啦，逐个厝边就莫安尼我讲你就你若你留电话我会当敲电话找你若挡掉的伊讲后来伊家己嘛软落来，就讲歹势啦大家拢厝边莫安尼，后来就和平解决啦。角色，你的角色是啥物？我想可能学习到牧师本来想讲这牧师管的教会租的车位咧，互人挡掉的，权益受损。心内佫会想讲，我是替教会争取管理咧。但是咧，后来想想诶，做牧师人甲厝边冤家，敢会听一角色，感谢上帝安尼提醒，小代志来提醒。毋茫讲咱兄弟姊妹也会当伫即个小所在，有时阵想想诶，家己诶角色，我是基督徒诶。有时阵想想诶，换位思考，若是我是伊，我敢会安尼？敢真正遮个钉子户拢是自私爱钱？有时阵无拄，你拄着你就知，所以这可能有甲咱会友有一寡无共款的看法，但是至少牧师有去听遮个人讲因的心声。至少人爱听因的心声啦，这是牧师的基本态度。这甲政治立场无关系，这甲市长啥物人无关系。这是有即个机会听对方安尼讲，你就会想，开始会想，敢真正亲像表面上，大家拢遮尔诚实，还是讲敢亲像报纸刊的新闻安尼风风光光？都市发展无拄，常常无拄啦。总是人爱听人安怎讲。好，咱就是爱暂时放慢咱的脚步。有时阵咱爱愿意听，有时阵咱莫紧张马上讲，听到声音，提醒咱家己，咱的角色是啥物？咱是上帝所欢喜的囝儿、查某囝，咱做的就是爱互众人也会当体会到咱的角色会无共款。所以
通过道成肉体的耶稣出世死搁活，咱一定活伫上帝的疼甲赦免的中间。咱爱真确信，无任何一个代志会改变这个事实，无任何代志会当改变这份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拄着真侪代志，无错，咱受气难免，也是讲咱心中有就是难免，但是咱千万莫袂记住，当咱信主开始，咱的身份就无共款；当咱信主开始，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无共款。这个角色，这个关系，无任何的代志会改变。所以，真正凡事，咱心中莫伤急。这真正昨学到一个真重要的功课。有时阵咱莫伤急，有时阵咱赶紧要讲以前，其实爱学习，暂时骹步放慢。有时阵你会听到，会改变你原来的看法，对伫代志的看法，甚至改变你看待代志的态度。咱基督徒只要会当认捌这个真做上帝所欢喜的囝儿，上帝所欢喜的查某囝的角色，其实咱来思考。虽然讲咱养饲囝儿、查某囝，咱对待咱的学生，咱会期待伊做好。但是，常常这款的关系是比做好做歹搁较重要。所以咧，你的囡仔功课无好，你敢会因为安尼就甲伊断绝关系？考试不及格，那我牵你来户政事务所，把你除籍。无人爸母做这款代志啦。还是讲咱做老师的，敢有可能讲你表现不好，对不对？好，你给我滚出去啊！可能受气安尼啊，但是咱拢会后悔啦。咱拢会后悔。佮安怎嘛是家己的学生？同款呢，咱甲上帝的关系，毋是根据即个好做歹，即个关系已经存在啊。咱毋是规工落落。辛苦艰苦，为着做好，来换着上帝的认同，换着上帝的注意。咱爱知影一项，咱因为是基督徒的身份，咱认捌上帝的话，所以咱尽心尽力听主听人，咱爱做好。但是咱袂当将做好，煞变做要交换上帝的认同，交换上帝的注意。就亲像你莫当作讲，因为我做好，所以爸母爱较听我。那安尼真正嘛是关系出问题哦。你感觉讲，因为我爱做好，我做好，所以爸母就爱加听我。所以今仔日爸母若无亲像我所愿望的方式来听我，我就甲伊变面，敢是安尼？咱甲咱四大人的关系，拢毋是用做好来交换，咱对待上帝敢会当安尼？我做好，所以你一定爱对我好。这咱讲这是关系发生偏差。关系的认同发生偏差，角色发生偏差，毋是，咱真做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因为上帝疼咱，所以咱回应上帝的疼，咱尽心尽力来疼上帝、疼人。咱毋是透过做好来交换上帝对咱特别的看重，
所以咱若会当活伫上帝会听甲稳定的中间，咱倚靠上帝的圣神，咱用上帝实践，咱用实践上帝的命令，实践上帝教咱彼此相听的道理，咱是回应上帝的听，回应上帝的听，甲做好，想讲会当交换上帝特别优待咱，这是有真大的差别，真大的差别。所以咱人对人的关系嘛是安尼哦。我对你好，毋是为着交换你对待我安怎。人甲人中间若安尼，上过现实啦。咱讲安尼，即款的关心是现实的。咱听厝边，但是厝边无拄拄会来参加咱的聚会，咱敢会当听？因为安尼就停止听厝边。也是讲，咱听厝边，只是望伊后礼拜会当来参加咱教会的活动。那安尼，即款的听厝边是真奇怪。咱用世俗的话来讲，就是真现实。咱基督徒绝对袂当变成人眼中现实的人。所以这是咱真正爱非常的清楚咱的角色。为什么人物家己的角色，往往比咱家己想要做啥物，家己做了啥物，搁较重要。因为你若无抓牢这点，我认捌着我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你若袂记这点，真有可能你所做的，用上帝的名所做的，后来拢偏差，拢偏差。这就会当讲到有真侪咱听到教会煞无互社会认同，甚至有时阵是负面的印象，就是安尼来的。人会感觉讲恁足现实啊，恁关心我，是望我去参加恁的活动嘛？好啦，我顺你一遍，然后以后大家再见不相见。所以咱爱认捌家己的角色，因为咱特别的角色，咱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咱活伫上帝的疼甲稳定的中间，咱有上帝圣神的引带，有上帝的气力，互咱通倚靠。所以咱用咱的行动回应上帝的疼。就是这么简单。你若认捌你的角色，讲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你若无认捌这个角色，你就规工伫遐想我要安怎做好，然后你就规工伫遐想业绩怎么样，人数规工伫遐烦恼，人数这礼拜比顶礼拜佫减5个，要安怎？若无就是即礼拜比顶礼拜加6个，然后你就足欢喜，哇！我成功啊！敢毋是真侪教会的领导者，就是落入即款的迷失。讲来讲去，拢是为着家己个人的业绩。所以你讲着讲，你可能以前伫教会有看到一寡可能无伫。你较无满意的咧，常常追根究底，就是这点。所以咱家己嘛莫陷落伫即款的错误的中间。咱先抓牢家己的身份做开始，莫去一开始就想业绩如何 ，CP 值要多高，然后做这做迄做迄。也是讲我要安尼做，其实到后来通常心灵匮乏，
到后来，大家关系拍歹，到后来甚至咱煞变做负面的见证，毋是见证上帝的疼，煞互显现出家己个人主义。当然，这嘛是牧师一直喺家己自我反省的，因为承认过去牧师嘛安尼行过，即个错误的路行过，就想讲打来一间教会，一定爱有啥物改变，要大破大立，然后新官上任3把火，啥物拢要改，表现啥物？有我恁就无共款，结果咧，敢有较好？会友敢有较欢喜？无拄拄。牧师本身咧，敢有可能因为大破大立，煞走错方向，规身躯是伤，搁伫遐怨恨讲做流汗，互人添流汗。这真侪牧师后来拢hand落伫即款，甚至真侪咱基督徒伫教会服侍，后来会灰心丧气，也是安尼。所以认捌家己的角色，咱爱知影，耶稣基督的福音带互咱上大的快乐，就是咱性命的价值，是对伫咱特殊的身份内的，咱是上帝所欢喜的囝儿查某囝。上帝欢喜咱，上帝疼咱，毋是因为咱有偌济。上帝疼咱，毋是因为咱做比别人较多，毋是，是因为上帝大情疼咱。咱若袂记了这点，真有可能咱一世人会伫竞争的中间，人甲人竞争的中间，煞规工伫遐无言操烦，到最后煞满身是伤。所以，就是因为耶稣了解家己的使命，认捌着家己的角色，所以咱看到伫福音书的中间，耶稣拢是会当分别，什么是上重要的，轻重缓急之分。耶稣深知上重要的代志是伊甲天父的关系，圣囝甲天父的关系。所以咧，当侪人讲到约翰福音6章所记载的，侪人看到、听到耶稣用5块饼、2尾鱼，互众人食饱。食饱伫过去古代，迄是偌重要的代志。真侪人是食袂饱，甚至无物件食。所以咧，众人听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来找耶稣，要立耶稣做王。哇！你安尼，你做王，阮永远有物件通食，阮就袂阁枵啊。但是耶稣的选择是啥物？伊毋是伫遐开始讲一寡空头支票，毋是你若选我，恁大家有工作，恁大家选我，哇，你就系安怎？毋是因耶稣毋是做政客的道路，伊是做一个天父上帝的圣囝耶稣的角色。当众人要来找伊立伊做王的时阵，伊选择去无人的所在，去山顶亲近天父，并且对天父来祈祷。耶稣选择的上重要的是伊的角色，伊甲天父的关系，这是伊看做上重要的。耶稣知影，伫无形的中间，伊的生命都需要得到平衡。耶稣安尼做，
其实不只是要伫甲天父的关系的中间得到帮助，实际上咱想起来，耶稣安尼选择，伊选择伫迄个众人要来找伊做王的迄个时刻，伊反倒转选择去安静心，去亲近天父。伊是要互伊所做的搁较有功效。耶稣知影，伫重要的时刻，反倒转伊需要安静心，所以伊暂时退出人群，祈祷寻求天父的亲近甲指引。咱基督徒也是共款，咱爱思考，你的责任哪大，你就哪爱学习，爱有时间，将家己的骹步来放慢，互家己的生命会当重新得到平衡，互咱会当经验到更较丰富、更较有功效的生活。所以咱想讲咱音乐老师拢知影，有真侪学生足认真，然后咧，伫遐练，一个曲练30遍、40遍、100遍，但是咧，敢有安尼就会较厉害，弹较好，无拄拄。为什么？错误一直重复1000遍，嘛是错误。这真侪音乐老师拢会教即套，拢会教即个观念。你错误的物件，你练习1000遍、10000遍，你搁安怎努力？你若错误，重复几千遍，共款你的错误，甚至你的错误煞变做你的习惯，变做歹习惯。这学音乐拢是知影即点，所以咧，爱有效率。爱有效率是啥物意思？就是咱来找求会当安静心。重新转来上帝的面前，重新思考上帝的话，若有错来改变，若有做无够野的，家己爱记着，这爱加做。若有做好的，将荣光归予上帝，暂时放慢脚步，亲近上帝。所以耶稣敢毋是安尼？伊也知影伫无形的中间。爱暂时处理，所以当遮个群众来找耶稣的时阵，伊反倒转去一个安静的所在。其实耶稣去找伫一个安静的所在，不只是为着休困，伊是为着会当更较清楚听到天父的声。所以有一句话是安尼讲：上帝袂大声叫，你若听袂到上帝的声音，是因为你听伤侪杂音。这你该当体会一点。你听袂到上帝的声音，毋是你纵听，也毋是讲上帝讲话伤细声。是咱听到上侪的杂音，至到听袂到上帝的声。落去兄弟，有可能用咱现代人的标准，用世俗的标准，耶稣伫世上的生活，你会感觉讲真无趣咧。教导、医病、赶鬼。然后咧，3不5时，甲文书法利赛人伫遐辩论，无手机游戏，无电视会通看，然后无其他的社交生活。有人感觉这是单调，但是当耶稣，咱知影，耶稣是因为清楚伊的角色，以及伊清楚天父交代予伊的使命。所以耶稣通满足伊生命中间的一切，甚至包括十字架，咱讲清楚家己的角色，
也是用社会上所讲的莫忘初衷，莫忘初衷。咱基督徒反倒转，咱会当体会耶稣的一生是安尼丰富。伊用伊的性命成全了天父的疼甲恩典，因为耶稣明白家己上帝所疼的独生圣囝的身份，所以耶稣忠心顺服伫上帝的命令。所以伊讲 Yes I do， 但是也是因为耶稣专心伫伊正做天父所疼的独生圣囝的即个使命，所以耶稣有勇气、有坚持，通对人讲 No why。所以耶稣较会伫群众要来亲近伊、来立伊做王的时阵，伊用行动来讲 No， 伊反倒转走去无人的所在。落去兄弟，咱拢爱学习耶稣正做天父上帝独生圣囝，但是反倒转出奴仆的形象来顺服。咱基督徒爱忠心顺服伫圣神的带领，但是常时面对着违背上帝命令的事，咱也爱有信心甲勇气来对人讲 No， 袂使就是袂使，会当保持咱专心致意伫上重要的代志，这是帮助咱会当维持生命的平衡。所以因为咱专心注意着迄个上重要的，就是咱正做基督徒的身份，咱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所以咱会当维持咱生命的平衡。面对着恶势力的时阵，咱敢说 no； 为着艰苦人，咱敢讲 yes I do。不要紧，我来想办法。但是这常时，咱要专心致意伫即个上重要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可能常时咱也爱思考，咱的生活中间敢有啥物歹习惯，影响到咱即款专心注意伫咱基督徒的身份。咱会爱想讲要安怎排除这个歹习惯，也是即个所谓的旧的我，怎样来渐渐换新，互咱的生命有空间来完成上帝呼召咱去做的代志。各位兄弟，讲到这，有可能你会感觉讲，我的现况，我是活伫非常的无平衡的中间，我常常有操烦，我脾气无好，真爱生气，也是讲我对头前的路无明，我会烦恼，我会担心，我会惊吓。但是咱千万莫担心，因为亲像保罗所讲的，无任何的事物会当隔绝咱甲上帝的疼，隔绝上帝的疼。但是咱也爱学习，就是平衡的生命。即个伫重要的时刻，会当帮助咱放慢脚步。暂停来思考上帝的话，思考家己基督徒的角色。即款平衡的生命，是互咱基督徒伫人际关系以及甲上帝的关系中间，会当互咱搁较经验到生命的丰盛，甲咱生命的价值。所以愿咱拢会当活出上帝所喜意、所疼
的囝儿、查某囝的款式，咱每一工生活中间，咱追求会当暂时安静，亲近上帝，暂时安静会当听见上帝的声。咱做伙按头来祈祷，听我的主，阮实在感谢你，你让阮对伫耶稣圣囝耶稣的心上，主啊，你互阮知影，阮常常也爱提醒阮家己，就是爱暂停阮的脚步，来找求你的话，来重新思考阮的角色。主啊，伫生活中间，阮常常会因为无闲，直到阮心操烦，直到阮会有怨愤，直到阮有时阵，阮会惊吓。但是主啊，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常常得到提醒，互阮重新来认捌清楚阮的角色。求主你帮助阮。你的圣神带领阮，阮的祈祷需要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85首。人生风波扰动无停，人生风波扰动无停。耶稣召阮着进前，日日发出人来呼声，信徒对我免惊吓。圣诗第385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咱请秋妹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献。咱同齐来吟奉献的诗歌。
请坐。下面我要来报告，咱请大家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咱的招待特定有迄个2023年10月到12月的时间分担表。咱有需要的兄弟，请咱家己来提根据迄个时间分配的时间，咱来备办。若是对迄个时间的安排有啥物问题，咱牧师也是当月论一个长老来联络吼。咱第二点，咱欢迎转会兄姐妹对台北中会、南州教会来转接咱西湖教会。第三点，咱七星中会妇女事工部东小区伫9月19日，下午的1点30分，伫十指长老教会举行2023年第4遍的聚会，主题是我爱迄个就是我的家己，甲家己好好。要参加的，咱唱妹执事来报名。第四，咱也有探访的需要，也是要愿意开放徛家来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请教牧师也是教会中职工咱来安排。第五项，咱鼓励兄弟来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半到8点半的查经祈祷会。咱目前查考的经文是旧约的创世纪。第六项，咱下周就是9月24日主日的礼拜，题目是减轻你的重担。经文伫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咱迄日要念的圣诗是81首、538首加400首。课文是62篇，金句是马太福音11章29节。咱来看咱周报的迄个聚会活动。咱主日的礼拜伫上午的10点。咱主日早时的8点45分有圣歌队的练唱。咱拜五的暗时7点半有查经祈祷会。咱每一个月第一个拜六，咱有插画班伫上午的10点。咱来看圣工的事项。今日的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吴勇兄，司献是唱妹执事甲民兵执事。招待是宴庆者，插花是牛长老，清扫是玉兰者。后周的讲道是牧师，司会是唱妹执事，司琴是玉洁执事，领唱是吴信兄，司献是民兵执事甲我本人。招待是邦师兄甲春英姐，插花是唱妹执事，清扫是素琴者。咱顶周的迄个出席甲奉献的统计，咱请大家家己来看。有出入的，咱较咱的会计也是出入来提出经济。咱即马来看咱的迄个周报的本周的金句，伫约翰福音第6章35节。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2遍，大家读一遍，咱大家三甲用台语汉语本来读2遍，用华语来读一遍。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请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亲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第6章35节。咱请大家互相来合手请安。平安，平安。咱即马请牧师来补充哈。搁一遍来欢迎，就是上新加入会籍前来西湖教会的慧琼姊妹请起来，互大家拍鼓啊！伊一般一向拢非常低调啦但是实际上伊有真侪即个服侍教会服侍的经验会当甲咱大家分享啦至少是讲即个牧师甲伊每一遍甲伊单位拢学习真侪啦
伊是即个即个中华德登教会出身的伫伫台北住真久所以咱真欢喜伊拄好住伫咱教会附近737巷遐有即个机会来成做西湖教会的一份子即马正式汇集前来西湖教会咱搁一遍拍鼓欢迎。咱即马来唱上尾遍的圣诗，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吟诗刷请牧师来祝祷。愿咱拢会当伫生活中间，虽然讲常常会感觉真无用，有时阵会感觉超凡，有时阵会对真侪代志会烦恼，也是对一寡代志会感觉无明。但是莫袂记得，咱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咱就爱有暂时放慢咱的脚步来亲近上帝。来听见伊的声音，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赐恁平安。阿门。